性男性入为角度，用咱天性的爱心、成分的爱心来爱兄弟姊妹，重点是规。这个规就是咱规个心拢归依咱的身躯。所以咱看足侪前辈者，伊虽然毋捌字，毋过伊日常生活当中所流露出来，就是吼感觉一种如沐春风，感觉内在一种德性，咱规个心拢去了注意。那迄个就是啥？用电
所